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3，诗篇76篇11安尼讲：着对上主，恁的上帝下愿，嘛着谢愿。四围的人着带礼物，献予通敬畏的主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愿你下愿，搁谢愿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掌管万物、赐福万人的独一真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听，互阮有毋忘；你的话，互阮有气力。主啊！你的慈爱是伫天里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。主啊，阮要唱歌学落你的慈爱到永远，阮的嘴要传扬你的信实到代代。主啊，天地万物会改变，你的信实、慈爱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爱耳空听阮的恳求。求你照你的信实甲公义来应允。主啊，愿对你下愿的愿，也要愿你谢愿的愿。主啊，你是阮所敬畏的主。愿着献所有的予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